你好，新創建24-25年度中期業績。新創建過去係新世界嘅核心關鍵持股，上年因為新世界財困賣俾母公司，一直令我耿耿於懷。新創建現在稱為周大福創建，由於持有實在太耐啦，所以改唔到口。新創建一直表現唔錯，呢10幾年都提供股息嘅可靠度好高，因此數年前嘅股價達到20幾蚊，估值都幾偏高。可惜最終新世界以帳面嘅折讓速讓，算係賤賣，冇計啦。財困就俾人撳住搶。新創建以綜合業務經營，過去有建築、航空、道路、保險等。講實在，我對呢類公司冇偏見，但係一般市場會給予一個較低嘅日價。我個人就冇呢樣嘅偏見，只係嫌佢規模唔算太大，收唔到規模效益，唔似成哥嘅長和系喺各領域已經係市場嘅領導者。周大福無寶不落，果然冇錯。公司而家回復增長，又派特別息，樣樣都齊晒。惋惜之情不言而喻。